婚伫台湾是请假抓袂掉，为着 Computex 准备演讲，那去引到产业电脑甲真济民众集中支持，想要亲身来看 AI 教会风采。更加是因为演讲内讲到回答对 AI 的规划。The cost of computing is growing. We are seeing computation inflation. This, of course, cannot continue. 强调加速运算人工智慧将会伫未来改造规个电脑产业 ，AI 发展的动能继续增加，回答的估计也对你起来。一天内期待的增加大概1320亿个美金，黄金发的成绩也对你抢关，以1010亿个美金，大概是新台币3兆2719亿，伫全球好野人的排名内底排第14名。Taiwan continues to play a central role. We're going to have a little 40-year birthday party for Intel and Taiwan. Intel and Taiwan together. Intel 的执行长同款是 Computex 的贵宾，严格回答期待的增加超过 Intel 100亿的上半价，等于是一枚就起一个 Intel。贵成桥这边来台湾，伫演讲内更加强调和台湾大白关系。在讲台湾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的时候，他是在美国国会就进行听证。那他希望就是美国在能够做一个所谓的相关的预算。目前基辛格却说台湾是最好的一个人工智慧发展，自然是要加强跟台湾的人工智慧产业链的相关厂商进行合作。Intel 这几年积极发展精英代工，台积电确实伫市场是重点的竞争对手，严格两间公司嘛有合作。Computex 每一间公司拢提出家己的优势车饼，那互国际抢关，嘛希望会当伫 AI 发展更加进步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